作為球迷或者球員或者係香港球員人士，你南華會始終係一個凝聚力，係咪先？有你哪怕踢甲組呢幾年翻香港，你都見到佢有一班人都會出去睇喎，係咯。咁呢個就係可惜嘅地方。我覺得自己係一個遺憾嚟。嗰年如果又繼續跟住練波，後邊會有好多唔同嘅事情會發生。電視君咧，今日就第一次出內景。咁去到邊度咧？去到就係呢度係 BC 大學嘅 Thunderbird Stadium， 就係呢一個。今日嚟我要揾一個球員啊，係咧同呢件衫咧有啲關係嘅。咁我哋一齊入去揾下佢咧。我都係第一次，基本上第一次睇女子隊嘅訓練咋。有同女子隊嘅球員踢過，唔知你哋有冇咩特別嘅感覺啊？同佢哋踢，如果係專業嗰啲咧，其實同半職業男足嘅水平，我覺得係差唔多嘅，所以其實係值得敬佩嘅。咦，睇你個反擊點先，射，靚到爆啊！咦，佢好似行緊過嚟，大家唔知有冇辦法估到佢係邊個咧？咁遠，如果唔係提前喺啲分流就透露咗佢嘅信息，可能大家未必睇到呢個係邊個。我哋過去裝下佢，會唔會阻你做嘢啊？我冇，我今日都本身要早啲走，係啊，坐可以坐入去先。喂，唔好意思，幫我做件事先得唔得？哦，得咯。啊，等我陣，懷唔懷念啊？仲要 PPW 喎，等我陣啊。100週年。咁我影個 story 喎。得。Thank you，冇阻你啊嘛。冇咗。最初啊，好細個啫喎，我住嗰陣時候住將軍澳住寶林，之後細個幼稚園可能已經有架單車仔跟住啲可能年紀大1-2歲嘅，即係同層嘅，跟住啲哥哥姐姐咁揸住個單車周街走。之後咁以前幼稚園小學翻半晝嘅啫嘛，翻上午校，下午就得閒，咁做晒功課可能2-3點喎，嗰啲哥姐姐又話喂，出去玩啊，之後就踩出去，之後踩到樓下啲球場，可能就有啲好細個嘅小朋友自己幾班人圍落去踢西瓜波，之後踢下可能有個正常嘅足球咁樣踢，就咁樣開始踢啦。就係因為踢波之後，你會見到側邊球場啲廣告，嗰陣時係麥當勞搞森馬嗰啲嘢，之後就播麥當勞，因為嗰陣時好肥嘅肥仔嚟嘅，咁本身踢街波都可能打窿噶啦。嗰陣時又打下籃球，又踢下波，之後就係咯，就咁打下窿之後繼續踢落去啦。因為可能嗰陣時啱啱同以前有啲唔同，即係我哋嗰期嘅上一期嗰啲 seniors， 即係可能我哋啱啱球員做教練，而做我哋教練嘅可能有范俊業啊，或者楊正光，佢哋以前係有體院同銀器噶嘛，但係去到我哋係冇呢啲嘢噶嘛，咁可能個經歷會唔同，而導致咗可能家長睇唔到，可能要跳咗出去 skip 咗中學而踢波嗰條路。因為我哋嗰期係正常返學，可能夜晚就去練波，同埋我哋嗰期啲 youth 比賽比較多。我覺得我哋嗰期嗰陣時比賽因為夠多，而有一班人彈咗出嚟。嗰陣時星期一係有個叫精英聯賽 U20嘅，之後星期三預備組，但入咗球會啦。嗰陣時已經係星期五係正常 Nike Cup， 以前係去踢曼聯，但係後邊叫 Nike Cup。咁就變咗一個星期3場比賽，你未計你學校比賽，可能一個禮拜4場比賽，全部係有 quality 嘅。咁變咗嗰個 system 出到嚟係一班可能踢得嘅人，踢得嘅僆仔，而至於佢踢到去邊就可能要
去到一隊跟住啲seniors。啲 seniors 或者啲教練點樣點醒佢，或者去點樣去再 improve 佢哋自己，去到成人 level。我哋嗰陣時僆仔睇波嗰陣時候，已經係愉園晨曦兩個係咁爭嘅時候，南丫全華班嗰陣時 TVB 仲直播緊。我哋啱啱去嗰陣時，傑志啱啱先開始發帶嗰陣時，我哋去即係佢青年軍入選拔啦，就好多人去。嗰陣時係大坑東。係好多人去，咁我好有幸去踢咗傑志青軍先嘅。嗰陣時，佢哋龍門教練係陳慶榮，有時會撚住我同埋叫問話個 friend，我個 friend 打左閘嘅。其實2-3個 friend 衝緊路去啦，都俾人選咗入去。之後有時可能問啲僆仔去唔去九龍仔跟練波，我有份跟埋去啦，叫學嘢睇嘢。咁嗰陣時龍門係高爾超仲踢緊嘅。蕭國基喺嗰度，黃振鵬啱啱嚟香港嗰陣時去睇佢練波，不過嗰陣時細，仲係肥仔嚟嘅，真係去學嘢多。我哋嗰期就咁啱食住個球員發展，而出咗一班人出嚟嘅，98、90、90、91呢一班，我覺得係啊。我呢件曼聯100週年巴夫斯嘅。哦，係真係你嘅偶像啊！呢個有職啊，慘啊！唔使緊要啦，都唔知點使。你睇而家冇呢啲嘢㗎啦，啲波衫。係點講咧？冇對於球員嚟講係一件好事嚟嘅。哦，即係踢嘅感覺係好事，草嚟講梗係唔係好事啦。係啊，買以前嘅英超將呢個先係。係呢個對比翻嗰個舊路啊呢個。係啊，仲要巴夫斯已經係咁啱啫，細個剪個頭髮似光頭，咁有肥仔神經多啱噶啦。小學啊嗰陣時，唔係巴夫斯係好早期嗰啲可以猜得嘅龍門，係啦，可以用腳。佢太過前衛，冇人識欣賞佢。初踢傑志係踢 U15之後，巴布利做主教練，佢揾咗成班球員啦，又其實好調翻轉係嗰班人好少係純廣東話嘅 local， 咁我哋英文練波英文踢嘅。我踢1年 U15之後係啦，之後高宇超開始負責啲青訓，但係 U17咧佢又揾咗鄧錦添嚟教，之後開始有一班全華人球員，全部都踢得下嘅，之後。我哋嗰隊有葉仲朗嗰陣時，有楊次倫，但係總之嗰班波我哋出線都係出咗線嘅，但係又入唔到，最後拎第三，就拎第三，4強輸12碼，我記得係輸俾大埔。嗰年之後就鄧錦添就冇教啦，好似就之後高爾超接翻手，就 promote 嗰班 U15上嚟踢開，之後就嗰陣時，因為有踢學界隊，佢哋又叫我問去唔去踢學界隊。之後最後因為等開操又，因為學界都開操先嘅，之後傑志嗰班本身 U15嗰班升上嗰班已經練緊波，之後等消息，因為佢哋可能仲要重新執嗰啲人嗰啲，之後去咗踢學界隊先，就冇踢到傑志啦嗰陣時。之後，但係2-3個月之後，咁啱南華會有選拔，之後咁啱就去選拔啦，成班同埋啲 friend 去，又選到喎，咁最後就去咗南華會踢大 U17，之後嗰年就有啲得意啦。嗰年我係踢大 U17，但係我喺 U17咧係打前鋒，但係我喺預備組同埋精英聯賽打龍，因為咁啱我去嘅時候。佢哋同時間係揾緊預備組嘅球員，睇下有冇人踢。而咁啱我又有機會踢預備組，我同蕭亮嗰陣，蕭亮仲喺南華會。之後蕭亮咁啱受傷，之後我又變咗有機會踢預備組，變咗預備組同埋精英聯賽就打龍。嗰陣時預備組係嗰陣成班津理嘅，即係賴文飛啊。嗰陣時梁卓軒都喺嗰度，仲有
鄭景浩嗰陣時喺嗰度，陳家俊，之後後邊佢哋都喺其他球會都踢過港超嘅港甲正選，係啊。但係嗰年預備組拎冠軍，之後嗰年就踢嗰班人就升去踢 U20啦。咁就咁啱嗰年我係轉校，由加密主恩中學，即係將軍澳嗰間英中去咗董之英。就係踢南華會嗰年咁啱就轉咗校去董之英啦。之後就嗰年董之英拎咗精英賽冠軍都。之後嗰年就 U20，我哋嘅細 U20，但係就最後決賽12碼贏咗東方，所以 U20嗰個 MVP 佢最後頒咗俾龍門。第二年踢預備組嘅時候已經有跟一隊練波，開咗暑假啦，咁啱顧錦輝顧 Sir 同陳子康咧，陳子康就係球員，即係又準備做球員教練咁啊，類似咁就話要搞灣仔，咁就揾人啦，咁揾咗嗰陣時揾咗盧俊傑嗰陣時，東方拎咗最佳青年球員，我冇記錯啊。之後去咗飛馬，之後過嚟，之後揾咗招仲文帶住我哋踢。咁就嗰陣時咧，我就係每日跟一隊練波，但係比賽咧就去灣仔比賽。但係南華比賽日咧就幫范 Sir， 跟住范 Sir 做龍門教練，就幫佢好似 assistant 咁樣，即係喺可能係教波呢方面學嘢又幫手咁樣，係啊，就係咁。第二年我哋又上咗乙組，不過最後唔夠分，升唔到，差啲。係啊，對港會場唔知和咗定輸咗。之後嗰年完咗之後就，不過第二年就因為啱啱去大學啊嘛，中間我中學完咗之後有1-2年停咗，係冇直接去讀大學。咁第二年啱啱升乙組啦，嗰年就咁啱返大學讀書啦。嗰陣時唔知 schedule 點嘅，所以冇跟一隊練波。咁其實係我覺得自己係一個遺憾嚟。嗰年如果又繼續跟住練波，後邊會有好多唔同嘅事情會發生，因為你停咗一年，你僆仔停一年，跟住高水平練波係會有影響嘅。之後嗰年乙組完咗啦，之後就翻南華會，之後咁啱就我同阿輝2個加埋阿范 Sir 3個龍門，咁阿范 Sir 當然又係教練啦，係咯，嗰陣時就呢件係英超亞洲挑戰杯有個英超 logo。哇，正啊呢件！佢超戰杯都有整個 badge 㗎，原來。係啊，佢哋本身有。仲要係呢一隻 ，OK， 都 OK 喎，講真。對我嚟講，我係即係有機會踢，當然係好啊。但係咁我已經翻學，就可能要平衡翻我自己究竟係想點樣走咧？因為龍門係一個特別的位置，你長區球員可能其他會你翻學你 miss 1-2堂練波，佢哋都仲可以踢。但係你南華會大會你 miss 一個練波，或者你1日唔去練波，或者2日唔去練波，長區球員都未必有得落場啦，正選。咁你更何況龍門同埋阿輝踢咗幾年㗎嘛，咁佢係踢先好正常啦。佢嗰陣時已經有經驗㗎啦嘛，同埋咁啱嗰陣時係張春輝走嘅啫。咁春輝唔走嘅話，咁可能我係第3龍門。咁突然之間一個咁嘅機會啦，當然嗰年又有機會出場，嗰年又拎過冠軍。咁直到而家都仲係南華會最後一個冠軍啦，即係嗰一年嘅球員。之後邊有啲咁嘅情況係因為本身阿輝係要去中超，但係中超咁啱又有英超亞洲挑戰杯，咁就揾咗春輝翻嚟，但係最後中國足協話唔俾港澳台球員龍門上去，佢本身係唔俾外援龍門啫嘛，因為恒大曾經上天鋪方，總之最後變咗非常多龍門啦，咁又有借走嘅借走，又留喺度。不
不過最後變咗有機會又變咗叫好似球員教練咁樣，因為嗰陣時南華會揾咗朱學權嚟，朱 Sir 過嚟之後，但係佢年紀唔細啦，就俾咗機會我幫手或者自己揸 fit 開始可以叫做咁做唔同嘅嘢。咁我當中亦都學到好多唔同嘅嘢。咁因為唔同嘅龍門需要唔同嘅練習去 push 佢哋去到最好嘅狀態，因為個個龍門都唔同，個個龍門需要嘅嘢都唔同。咁之間亦都佢哋會揾其他真係龍門教練嚟嘅，例如陳奇係嚟過一年幫手嘅，之後但係每唔同教練有唔同嘅情況，咁佢亦都有其他情況，可能佢有其他嘢要幫手，咁一年之後都冇喺度，之後最後總之搞到最後就南華會都唔踢職業咯，係啊，可能臨尾2年轉咗班主之後，咁因為之前嘅方向或者個 promotion 方面係行另一邊。另外轉咗班主之後，佢行另一邊，咁之間會有對比，可能會有人中意一邊，有人中意另一個方式，咁導致最尾都係睇翻南華會管理層。咁我自己見到就係嗰陣時籃球，即係籃球都興起緊啦。我見籃球都有打亞冠。咁如果身為一個就 Athletic Association，佢唔係淨係要睇一個部門㗎嘛。佢咁多個部門，咁多隊波，咁可能佢係有一個 decision making 嘅，咁可能佢擺其他分定去其他 department，但係佢哋都有亞洲都去打喎。咁咪如果咁樣喺 management 嘅角度嚟講，我覺得係 make sense 嘅。但係如果你作為球迷或者球員或者係香港球員人士，你南華會始終係一個凝聚力，係咪先？你哪怕踢甲組。呢幾年翻香港，你都見到佢有一班人都會出去睇㗎嘛，係咯。咁呢個就係可惜嘅地方。元蒙通亂。哦，哇，好靚啊！呢件我覺得呢件設計好靚啊。泰超冠軍啊！佢哋2012即係2013㗎啦，已經。係。其實泰國呢幾年嗰啲水準都高咗好多，係咪啊？泰國好似 Division 2、Division 3都有鬼。OK。好似即係佢本地嘅 Division。聽 agency 講話係佢哋政府會嗰個資助佢哋俾錢揾啲好啲嘅鬼去佢哋個 city 隊波去踢。哦 ，OK。係，我聽嘅。OK。嗰陣時係南華會嗰陣時贏咗冠軍去踢外圍賽，但係嗰陣轉咗教練，本身廖俊輝教練帶嘅。咁輝哥有時成日翻嚟溫哥華，之後阿張 Sir 帶，咁去睇嘅話，即係始終好多亞洲賽都係跟南華會去，咁睇到，因為喺場踢緊嘅時候喺場邊睇，會睇到更加多嘅嘢。可能踢緊嘅時候會見到出邊啲球迷啊，啲人點樣去 organize 啊，啲職員啊，或者佢哋練波點安排嗰啲。因為如果你反而要踢，你熱緊身，你淨係 focus 到自己。我哋即係如果踢緊呢個班人，未必見到對面做緊啲乜嘢。我冇記錯，我哋外圍賽輸咗俾春武里之後就冇咗下文。咁對春武里睇熱身開始，佢哋有啲日本鬼。之後我唔記得係咪日本教練啦，但係 organize 練波熱身，佢哋熱身嘅質量就斷定到場波嘅質量。咁香港球員其實做到嘅個問題係習慣，咁即係日本球員嘅習慣，或者日本球員帶到去泰國，而導致泰國球員 push 佢哋自己嘅習慣。當然泰國球員都其實好 push 自己嘅，因為聽到其他球員或者喺呢邊撞到喺泰國踢完波過嚟嘅一啲教練，佢哋都有講翻泰國點樣。咁其實個環境、成長環境而導致到足球嗰個球員嗰個 self motivation 或者 self discipline 喺球場上面嘅，咁會影響到場波究竟會點？嗰場好似輸2-0，咁始終踢嗰班即係南華全部都香港隊㗎啦，嗰陣時咁啱，對佢哋嚟講係一件
即係 keep 住有一啲高水平嘅對手，係對香港隊嗰陣時嘅成績係會有一件好事，所以呢樣嘢帶到去最後2015年世界盃嘅圍賽，可能兩和中國之後，最後出唔到線啦，但係起碼有成績，又有進步，係啦。不過有個趣事就係、因為成日香港深圳兩邊走，搭高鐵，有次喺高鐵站查手機嘛，嗰陣時要俾人截停咗，之後開個手機，因為老細佢走過嚟同我哋食飯咧，我開始覺得唔對路，咁之後同佢講，我好似唔係好對路，就話你自己睇住啦，我走啦。